6月初選即將到嚟，你將透過排名選擇投票制嚟選擇市政公職嘅候選人。你可以排名最多5名候選人。若要投票，請選擇你嘅第一候選人，並將第一欄下其姓名旁嘅橢圓形塗滿。如果你中意多名候選人，請填塗你嘅第2、3、4同5順位候選人相應嘅橢圓形。請勿將同一名候選人多次排名，請勿給多名候選人相同嘅排名。如果你只想選擇一名候選人，咁都冇問題。選舉日為6月24號星期二，提前投票從6月14號星期六至6月22號星期日。你有權利帶一名朋友或家人到投票站為你翻譯。紐約市公民參與委員會嘅口譯員將喺特定嘅投票地點使用特定嘅語言協助選民。請瀏覽 on.nyc.gov/VLA 以了解詳情。